Hoodoo McFiggin 的圣诞礼物。圣诞老公公 Santa Claus 送小朋友圣诞礼物，这种事算是玩完了，没戏唱了。这种偷偷摸摸骗小孩把戏的真相，越早曝光越好。父母在3更半夜摸黑起床，偷偷地走进孩子房间，放下一条10美分的领带，给满心期戴着一只10美元手表的孩子。然后第二天，父母面对失望的孩子，糊弄他说天使送来给他的就是这条10美分的领带。玩这种把戏实在是有够低级的。今年圣诞节我住在 McFiggin 家，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观察 McFiggin 家的孩子，也就是小男生 Hoodoo， 他打开圣诞礼物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情形。Hoodoo 是个好孩子，他知道圣诞老公公 Santa Claus 只会送礼物给小孩子，大人是没有份的。为了他的爸爸妈妈也有圣诞礼物， Hoodoo 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存起来，给爸爸买了一盒雪茄烟，给妈妈买了一只75美分的钻石胸针。至于 Hoodoo 自己的圣诞礼物，他就交给圣诞老公公了。Hoodoo 连续好几个星期，每天晚上都祈祷圣诞老公公送他溜冰鞋、小狗狗、空气枪、脚踏车、Noah's Ark 诺亚方舟模型玩具、雪橇，还有鼓。这些东西加起来大约要150美元。圣诞节一大早，我走进 Hoodoo 的房间，想看看 Hoodoo 打开圣诞礼物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情形。我想那一定会很有趣。我叫醒 Hoodoo， 他睁开眼睛，眼神闪闪发亮，发出充满期待的光芒。他急忙爬了起来，立刻把挂在床头的 Christmas Stocking 拿下来，伸手进去把里面的礼物掏出来。第一个礼物很大，包得蓬蓬松松的。哈哈 Hoodoo 一边笑一边拆说，我打赌是小狗狗。但是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小狗呢？不是，结果是一双皮靴，漂亮耐穿的4号皮靴，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 Hoodoo from Santa Claus， 后面还有几个字是10价9角5分。Hoodoo 高兴得快要合不拢嘴啊，竟然是皮靴！但他立刻又掏出第二个礼物，脸上重新浮现新的希望。激动的 Hoodoo 用颤抖的手撕掉包装，是个小盒子。他把盒子摇了摇，里面咔咔的有东西在响。一定是怀表。他打开盒盖，那真是一只怀表吗？不是，是 celluloid 塑胶做的，固定衬衫衣领用的领圈，全新的，都是相同式样，当然也都是它脖围的尺寸，总共有1打。Hoodoo 高兴得涨红了脸，都要炸开了。过了几分钟，他激动的情绪才平静下来，然后他再掏出来第3个礼物。这一个礼物长条形，摸起来硬硬的，一头比较大。这是一把玩具手枪。Hoodoo 兴奋得浑身发抖。天哪，希望里面有很多子弹，我现在就要开几枪，把爸爸吓醒。不能，可怜的小孩，你没办法用它把爸爸吓醒。这是个你会用得到的东西，但它不需要装子弹，也不能发射，因为你没办法用牙刷吓醒熟睡的人。是的，那是一把牙刷，一把漂亮的 Bone Toothbrush， 精美的骨质刷柄，贴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 Hoodoo from Santa Claus。
Hoodoo 脸上露出笑容，感动到流出泪来。他用牙刷把眼泪撇掉，然后继续拆礼物。下一包礼物比较大 ，Christmas stocking 装不下，所以是绑在 Christmas stocking 外面。Hoodoo murmur，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点不敢打开它。Hoodoo 突然心头一紧，他想到一个东西，兴奋的什么都忘了，是一面鼓。他喘着气说：“是鼓。”结果不是鼓，是条裤子，一条漂亮的小短裤，黄咖啡色的短裤，裤子上有可爱的彩色条纹。这里也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 Hoodoo from Santa Claus， 后面还有几个字是10价1元5角。里面还有东西，是一副裤子吊带。吊带有活扣，用来调整长短。如果你想的话，可以把裤腰拉到脖子。Hoodoo 干咳了一声，满意的非常。接着，他拿起最后一件礼物，是一本书。他边说边拆开包装，不知道是童话故事还是冒险故事。哦，最好是冒险故事。如果是，那我可要看一上午。不是 Hoodoo， 那不是冒险故事，这只是一本家庭版圣经。现在 Hoodoo 已经看完了所有的礼物，他起来穿好衣服，接下来他还是要很开心地玩他的圣诞节礼物。传统上，这一直都是小孩子在圣诞节早晨最喜欢的活动。首先 Hoodoo 玩牙刷，他用它刷牙，玩得很开心。然后他玩衬衫领圈，玩得欢乐无限。他把它们一个接一个拿出来，一个接一个骂，最后把它们都放回去，再对着他们一起骂。下一个是裤子，那真是再好玩也没有的了。他穿了又脱，脱了又穿，每次还要猜是穿对了还是穿反了。最后他拿起圣经，读了一些名叫《创世纪》的冒险故事，一直读到要吃早餐的时候。Hoodoo 下楼，先亲亲妈妈道早安，妈妈戴着钻石胸针。再亲亲爸爸道早安，爸爸在抽雪茄。Hoodoo 皱着眉头，他小脑袋瓜里似乎噔的一声，灵光一闪，有了新的想法。没错，我想明年圣诞节 Hoodoo 恐怕不会再花钱给爸爸妈妈买礼物了。至于圣诞老公公会送他什么礼物，就随他老人家的意思，随便了。